大家好，我係 LOK，今日會同大家睇東方對港會高級組銀牌戰。我而家去緊大埔運動場。全場完畢，最終東方以3-0擊敗港會。多謝大家觀看，歡迎喺下邊留言，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一條片出去，可以 follow 埋我嘅IG。